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8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昨半暝到今日透早，伫宜兰甲新北拢有传出火灾。宜兰的罗东一大人家厝传出爆炸，厝内2个20通岁的查甫人受伤，其中有一个伤势较严重。若伫新北的土城仁安病院，抑个邦桥的阿东病院，伫今日透早嘛有传出火灾，加载无人伤亡。消防车伫咧病院外口拍火，新北市土城的仁安病院18透早点外，6楼厝顶墩的物件烧起来。离1公里远的邦桥阿东病院透早2点也庆烟出来，消防局派244人去拍火，29台救护车戒备，好加载无人伤亡。将最台消防车驶到宜兰罗东这个社区的明体外口，因为这声传出爆炸的声音，要下导火，救护车将2位受伤的人送病院。2位受伤的民众抑个知影人，消防局讲，其中26岁姓周的查甫人左手半臂炸断，规身躯烧烫伤；另外一位26岁姓黄的查甫人，正手、正脚甲面有20%的烧伤。现场明体1楼涂骹规个拢是火。看起来有点像是，就是爆裂物的那种，把皮肤就是戳成一个洞一个洞的那种外观，对，它分布在脸上、手上跟脚上，都是右半身。意外发生伫咧罗东镇，17暗6点外，检调到现场，也外等消防人员确定火龙拍花，无爆炸危险，才有法度进行调查。警方讲，初步看起来，敢若是有人伫咧做爆裂物爆炸，搁去烧着边仔的纸，才规间导火。嘣一声，然后后来它那个玻璃就整个碎落掉地下，然后里面的那个住户就跑出来，就说他手断掉了。嘣一声，刚好我在洗澡嘛，我就叫我儿子说：“你先下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暗时突然间传出爆炸的声音，厝边就是讲是压缩爆炸。这2个受伤的查甫人，虽然意识抑阁真清楚，不过烧伤真严重，因讲是伫咧耍炮啊导火，不过事故原因也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昨在伫桃园新屋的邮局冒发生火灾，这是一个包裹家己熊导火，边仔成百件邮件嘛拢烧了了，加载无人伤亡。不过包裹的风险，还有货运人员的安全，即嘛引起讨论。甲一件一件的包裹照运送的路线做分类，物流人员是无用试试，都是希望伫上短时间内会当甲货送去人客手里。不过，这包裹内底的物件，敢真正拢安全？送的是一些杂物，什么都有。那如果 A 加 B 会不会有这种易燃的可能性？那或许会有，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知道啊。客人基本上他就直接讲说啊，你货就收走就好了，你问那么多干嘛17早起7点外，桃园新屋邮局1楼处理包裹的所在，熊导火烧起来，这乌烟是一直冲出来，那像是包裹导火的。虽然无人伤亡，不过嘛因为即届的火灾，新屋邮局公告17会暂停营业。也那事故发生的原因，目前还阁伫调查当中。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就回头看，整个就火都火，因为它邮差在分拣包裹，它放下去就开始起火。听他们讲有插宝的东西，然后在移动的时候就嘣一声就嘣一声烧起来。今年年初，桃园甲台南永康的物流仓库，拢因为放济货品甲包裹传出火灾。汽车货运成都工会就表示，除非有明确标示或者是长期配合的人客，就知影因营运的形态。若无，干那靠摕配单顶管写的资讯，也是无法度来判断包裹内底的物件是啥。而且大部分的物流人员嘛袂问甲真有路，内底敢是有会导火的物件，所以每一抓运送的过程拢也是有风险。疫情的时候，有的人都会忌酒精，台湾动辄就30-40度的高温，你放在车厢里面又是密闭空间的时候，它可能实际的温度达到60-70度都有可能，已经到达它的燃点的时候，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而发生自燃。汽车货运成都工会认为讲，公司伫咧招聘人员的时阵，伫教育训练内底都要加强员工，若拄着在下的时阵会应变能力。就算运送的过程当中无拄好发生意外，才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台北市内湖一间诊所，16日本是要替民众注流感预防针，结果煞讲注着莫德纳预防针。台北市的卫生局即马经要求这间诊所要暂停注射，停7天，来关心这个民众的状况。因为流感的疫苗的针啊是一体成型，就是那个药已经弄在里面，连针什么都连在一起的。莫德纳的那个针是要自己抽的，他好像打下去，他才发现他拿错了。防注唔到的民众，伊头一档是注 AZ， 嘛已经注超过9礼拜，伊自本是无想要注第2档，所以先去预约讲要注流感预防针，却互诊所注唔到。原因是这间诊所流感预防针甲新型冠状病毒预防针拢有咧注，护理人员摕唔到。目前这间诊所已经互要求要暂停所有的预防针，互暂停1礼拜。计共有292个民众会受影响，即马是先转去别位注射。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阁有5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要注 AZ 第2档要让8礼拜，要注莫德纳甲 BNT 让4礼拜就会使。若是要第2档，想要换牌子来注预防针，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今日早起10点连米到下晡4点会使去登记，干那6点钟尔，乡亲爱把握时间。过年检疫有3项新规定，特别实施。17礼拜3早起10点开始，开放一中检疫所线顶订房。3点钟就已经有583个人完成。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春节专案集中检疫所敢若提供7天的检疫，无法度继续住，因为房间空间小，敢若当一人一间，无法度甲厝的人做伙住。费用每人每工新台票1500块，领订好就无法度换工，就算无住也无法度退钱，而且往回交通的防疫客运车爱家己安排甲付钱。从12月14号到12月31号，我们以每天大概400间总共有7200间，所以现在只订了大概583间。新冠疫苗注射部分，为了提升国人第2剂注射率，指挥中心调整疫苗注射让旁的时间，像讲 AZ 第2剂至少要让8礼拜以上，莫德纳甲 BNT 至少让4礼拜以上。若是另外开放疫苗换注这个意愿登记，对象是已经注 AZ 第1剂18岁以上的民众。为18礼拜4早起10点开始到下晡4点为止，会当上网络交选第2剂，想要注 BNT 还是莫德纳，还是2个拢选。8周以上，上次有说过大概97万人左右哈，所以可能这个到底会多少人来，但也不知道，尤其是只有1天登记的量，然后来决定我们会提供 BNT 跟莫德纳有多少。验过代疫苗换牌子的报告已经大先公布，拢总收案399人。研究团队发现 ，AZ 加莫德纳疫苗所产生的抗体比2剂拢注 AZ 较悬，不过副作用嘛更加强。混打的效果看起来呢是跟M+M 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旗鼓相当哈。那副作用的部分呢，就会比这个2剂都打 AZ 的这个副作用，应该是说相关的出现的症状哈，在第2剂之后会稍微再高一点点。已经注高端疫苗的国人，若做有紧急出国需求，会当换注别牌疫苗。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为11月12至11月16，注过2剂高端的民众有3个人申请过注 AZ， 有6个人注 BNT， 莫德纳有9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进前咱国内移工袂使入境，所以国内移工欠工嘛影响侪需要看护工的家庭。即摆疫情转好，政府已经开放移工入境，头一批的印尼移工计共有7个人伫昨暗到位。也写印尼文的牌下欢迎移工到台湾，国内重新开放移工入境工作了。17案第一批印尼籍移工分别坐华航甲长荣的班机来台湾。坐华航的4位移工，详细听劳动部的人员说明来台湾要注意的事项，还有带入去集中检疫所的相关规定。要来台湾工作，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有人是等了1-2年，即马总算来到位。移工也透过翻译讲，落飞机时阵心情真欢喜。按照指示，打移工入境识别证，写电子入境检疫系统，安排深喉喙花采检，结果坐防疫车队到集中检疫所。自今年5月19开始，除了已经有居留证或者是经专案许可以外，所有移工拢暂缓入境。昨第一批入境的拢是家庭看护工。
劳动部长柯明春北讲，第一批总共有11位移工，第17项入境的是有7位。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偶出现局部短暂雨，做伙来看温度。今日伫北台湾东半部会落雨，慢转凉冷，高温从22度至24度。中部、甲南部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雨，各地高温拢会略略下降。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敢若17度之。今日愈晚会愈寒，若台中以北温度会更较明显，明仔载雨会较停，就会转较大。拜六礼拜水汽会搁较减少，不过后礼拜一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加上冷空气较贵，搁有风面路南，所以北部、东北部低温敢若剩13度，中南部的低温大约嘛是16度至18度，乡亲爱穿好少。来关心北美连续落大水雨做大水，美国甲加拿大拢有人伤亡甲失踪，失电交通嘛有大受影响。加拿大的卑诗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嘛警告讲未来这几天死亡人数恐惊会搁增加。那美国挖进加拿大边界的华盛顿州苏马斯市嘛所开几若百人，而且有超过7成的厝拢淹水。农场的主人甲社区的民众，大家最近出来救，要把这50只牛救起来。淹过牛规身躯拢浸伫咧水内面，行袂振动。不过若春长长要喘气，尾仔总算脚踏着地，会当进化，牛小可较定，主人真唔甘。Abbotsford is the largest geographical city in the province, and 3/4 of it is in agricultural land. When I see calves that are underwater that they rescued and threw in the boat to save them, I mean, on one hand it breaks my heart. 这边大水的重灾区亚伯斯福的水位一直欠悬，要甲200位民众袂火撤走，官方承认飞机等物资可因。伫连续几多天落大雨做大水，造成土石流，并且有死伤甲失踪。加拿大卑诗省17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官员强调这场天灾是前所未见，也讲未来几天死亡的人数可能也会增加，同时也会实施出门的限制。也若因为土石流造成的交通中断影响的供应链，卑诗省今年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真严重，像热天温度就升甲真悬。另外，美国华盛顿州西北部也做大水，水即马有较退，还有5万户无电。苏马斯市撤离几多百人，75趴的厝淹水。为农山市进前设的防水墙有作用，民众也是提心吊胆。Last night, I couldn't sleep, and I woke up at 6:30 to check the water, and it's dry. Yeah, I'm so relieved. 伫咧意大利西西大区拉古萨省一个镇科米索，17早起出现连光风，有人不幸死亡。当局讲，前一天规个西西里岛的天气拢真歹，农作物、建筑物甲路拢被破坏，学校也关起来。这是1个月来第2遍出现极端天气。顶个月伫咧地中海形成的类飓风风暴地中海飓风，落大雨做大水，造成人员的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家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高雄城中城大楼10月14火烧厝造成严重的伤亡。经过土木技师等3大工会鉴定是危楼，所以高雄市工务局伫昨昏公告，伫12月17要强制拆除。若拆煞了后，当地会起公园。高雄市政府即马是要求住户1个月内爱搬走。来关心《中国时报》，空军 F-16 战机接装典礼今日会伫嘉义的空军基地举行。空军参谋长黄志伟昨昏是表示，咱台湾目前战机的军力排全世界前15名。来关心《自由时报》，联合起价消费者受害，为着鼓励企业内部也是民众向主管机关检举违法，公平会伫昨昏决议通过检举违法联合行为奖金发放办法的修正案。提悬检举奖金对5000万变1亿。来关心高铁的宜兰站到底要起伫倒位？交通部昨昏是第2届专工去宜兰和地方参详，嘛有提出第5方案。若是第5方案，就是甲宜兰站设伫县政中心甲罗东站的中央。交通部是表示，这个方案有兼顾宜兰的发展，嘛会当闪过人较济所在。位在宜兰甲罗东中间，宜兰县议会对面挖着代替高架铁路边的这片地，是铁道局规划高铁延伸宜兰设站的第5个方案。
离观景中心大约是350公尺，毋是人口真侪所在。初步评估13地遮对都市景观影响较侪。兼顾在地溪北溪南的发展，采用区段征收，开发效益较悬。西到人口密集的外屏来降低这个时间噪音的冲击。另外，比较铁路估计起做火，袂影响铁路高计划时程。不过，这个方案费用敢若输路东站1点仔，所花要1880亿。另外，超过6成是特定的农业区，落大水后较饮水。9月25号有听了很多乡亲的意见哈，所以今天除了原来的4个方案，我们更细的评估以外，会加入一个地方哈，这段时间还有在上次9月25号所提到的想法，我们有看过了，这次有事先看到报告。对，就是我们广义的县政中心。交通部表示，新增加的第5个方案虽然甲观景中心案件离只有350公尺，不过路线又换为设去宜兰，解决宜兰站体相关的问题，是会整在地意见了后规划出来新方案。预计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核定了后，要11年时间才完工通车。民意代表要求交通部紧定案，莫搁延啊。希望我们交通部这边能够给宜兰乡亲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不是这5个方案。今天再一次的说明，很多的直播的现场的民众就直接问了：这是重播吗？你要赶紧的确定啊！你不要赶紧拖啊，尾又搁无去啊！我承认会做。今天听到的声音，我今天也大概知道了哈，大概你们的想法，然后时间我也不想拖，会赶快来进行哈。在地一直催交通部看什么时阵会使核定路线。交通部长王国才回应，铁路局这摆规划的第5方案是听取各方的意见回正了后所提出来，算讲是上大的共识。最近会搁甲地方就详细情形来参详，路线可能搁再小可调整一下，再搁对这详细方案来进行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已经爆发到达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1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503例。中国的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8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968万例，伫法国是超过741万例。为着要增加注意放射的注射率，各国政府步数进展。伫乌克兰是用奖金来鼓励，那纽约即马是新年的活动，已经规定讲有注过2档预防射的人才会当去参加。不过有的国家对无注预防射的民众限制行动，即马嘛引起侵犯人权的议论。疫情伫全球拖烧要2年的时间，有效果疫苗小连续发出来，注射率是疫情敢会转好的关键，所以加做各国政府施政的重点。为着要提高注射率，会当讲是有想冇法，甚至会阁引起侵犯人权的争议。乌克兰总统格林斯基15宣布，为着要加速提高注射率，注过2档疫苗的民众会发现金甲因奖励。Кожен, хто отримав 2 щеплення, зможе отримати 1000 гривень швидко і зручно, тобто через додаток «Дія». 伫德国汉堡，一个伫要开幕的圣诞市集，是限制有注过疫苗的民众，或者是已经互关的新冠患者，才会当入去卖食专区食好料的。若是无注过疫苗的，或者是无康复证明的，就无法度入去。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真经典的夏日活动，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改做互观众伫线顶来观赏。若今年是规定，干那完整注过疫苗的民众，才会当去现场参加。We will require spectators 5 and older who are eligible to be fully vaccinated. If you are unable to get vaccinated because of a disability, we will require proof of a negative PCR test within 72 hours. 伫斯洛伐克，新的一波感染致死断疫率日头增加，情形是真紧张。当局决定针对无完整注过疫苗的民众，禁止因入去购物中心、健身房、收水池、甲旅馆等等，嘛袂当参加包括运动比赛等等大型的聚会。若奥地利为15开始，会对12岁以上无注过疫苗的民众实施封城令。除了做工课甲买生活用品以外，是禁止出门。警方嘛伫咧街仔路临检，若无注过疫苗的证明，煞伫咧街仔路落扫的民众，相当会当罚1450块的欧元，差不多台票46000块。
And this raises real issues around civil liberties. This raises real issues around human rights. And it's something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consider extremely carefully. 强制做疫苗，或者是针对无做过疫苗民众实施禁止出门的措施，引起社会组织的关注。公卫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赖文表示，各国政府应该要注意侵犯人权的问题。强制做疫苗并不是提高注射率上好的方法，要把这看作是上尾的手段，而且持续的时间以上帝为原则。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土耳其从2018年爆发经济甲金融危机，到2021年影响也未结束，因为因的总统埃尔多安常常用政治压力强迫因的中央银行要配合政策降低利率，加上疫情影响经济愈来愈凄惨，钱变薄，国内的物价起，外债负担嘛真沉重。土耳其当地时间16日，里拉兑换美金的汇率要大幅度落3.7%，虽然尾盘有小可优惠，不过收盘落价幅度也是达到2.8%，汇率是1美金兑换10.35里拉，也是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路透社引述分析师的讲法，原因就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以政治介入，为9月以来必须央行调降基准利率。政府主张为了振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经济，必须要用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不过低利率却造成里拉的卖压，也引起汇率大幅度暴起。Düşük faiz politikası esasen Türkiye'de enflasyonu düşürecek değil, bilakis enflasyonist beklentileri arttıracak, enflasyonu arttıracak ve bu şekilde tüketimi boğacak bir politika. 后疫情时代，主要国家拢看好经济恢复。土耳其原本也预估经济成长率会为最近2年的3%以下大跳到2021年的全年10%。不过里拉因为报正济，一定冲击进口成本，而且影响土耳其真瓦靠的观光产业，所以未来情况真无乐观。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才刚结束，美国甲中国佫准备要针对军备管制进行对话，不过美国已经强调这不是正式的会谈。乌干达最近是爆发2件爆炸攻击，造成3个人死亡，36个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坦白犯案。比利时第4波疫情压悬，因的政府防疫规定变严，强制挂嘴暗的场所变多。而且强制大部分的劳工要踮厝来上班。机组人员入境咱台湾了后，拢爱做 PCR 采检，因为拢爱动鼻孔做采检。伤接啊，有一寡机组人员即马讲，因不时拢会流鼻血，惊会影响飞安的安全。交通部即马表示，因已经有向疫情指挥中心，甲疫情指挥中心参详，看敢有会当改用别款方法来做采检。机组人员拖行李结束任务回国。准备开始做隔离检疫，不过目前的规定内底，机组人员伫入境了后第5天居家检疫结束，甲入境的第9天、第14天拢爱做采检。为了防疫，有影是真辛苦。如果你1个月有2个长班的话，至少会被做2次的鼻咽采检。那另外，如果你有中间居检派飞的话，要做快筛也是做鼻咽采检，所以至少是2到3次。有技师表示，长期清早爱甲棉仔机弄入去鼻孔内底做采检，对机组人员身体伤害是真大。也佮有同事飞到一半向流鼻孔血，有可能会影响飞行的安全。针对这点，民航局已经有写配合指挥中心，希望会当全面检验然后迄带的喙瘾，来降低机组人员清早爱做采检的痛苦。你要把这个水含得稍微后面一点点，然后让它有一些震动，去接触你的喉咙，然后再把它吐出来。这样子你比较有机会把病毒融到里面去侦测得到。医师表示，甲long鼻仔做采检来比，那后遐的喙瘾要侦测到病毒的正确率，也是小可低淡薄啊。不过，若是有规则来做，加做几下检测，也是有机会会当掠到病毒。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电集团前董事长孙道存，17昨昏因为癌症过身，才到72岁。孙道存伫2003年爆发台电挖空公司案，嘛有牵涉几若件司法的案件，伫台北加坐监。今年10月份的时，因为健康因素，就申请保外就医，伫昨昏不幸过身。
特回若出现伫咧公开场合，拢有真侪媒体甲伊包围。前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前董事长孙道顺17台北监狱证实，因为案情过身，享年72岁。就是要不要简单讲个话？因为今天预计原本是10点嘛。2003年爆发的泰电偷工案，孙道顺官司拍了10几档，几多遍出入法院。2017年，以伪造文书罪判3年。2020年拄则出监，搁被羁押。了后，以3000万交保，共一年因为侵占基金会资产案，搁被判1年6个月，合并执行4年3个月。今年10月，因为身体健康无好，向矫正署申请保外就医核准。台北监狱证实有接到孙道顺过身的消息，讲会提供相关文件予地检署。检方表示，收到文件了会发下100万保证金结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做伙关心中国进前向禁止咱的往来食价进口，后个月12月份往来食价特别大出。农委会即马已经有邀请加工业者、通路业者要拼销路。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是表示，政府已经准备好势啊。地党县长姚庆玲嘛表示，是感谢中央斗3工，也过敢有路用，销量好啊歹，后个月再知。提出变过往来食客切片下皮搁切细的，这是农委会一直推测的往来食客边，互果实会当放较久。中国禁止台湾输入了后，加1万外吨，都爱想办法倒消化。农委会推测内外销甲加工，面对特别大出的往来食客，注意陈吉中讲准备好啊。搁对国内消费者讲，咱台湾袂使输。新台币的付出绝对不只是满足了你的口感。你可能更满足了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我们没有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直接要求农民说卖减啊，卖减按就输啊啦。往来食客主要产地大同县县长姚庆玲无参加农委会的发表会，下晡另外甲台北集运公司做伙行销，伫国际运站刊登定向广告。尤其伫大出的12月至3月，要拍拼卖掉原本销去中国大陆的量。姚县长真感谢中央的协助，不过做法是不是有效？即马讲也伤早。现在就是努力的做，我们不要过于急躁的来下一个定论啊，先赶快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其实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替农民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的不合。中央地方斗销往来食客，姚庆玲讲，各人甲家己的代志做好，外界唔免想伤济。农委会是推出另外一波好事农药的活动，刺激买起。只要消费者向特定平台购买一箱700块以上的礼盒仔，就会当得到第2波农药罐抽奖资格，拢总58万张。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好上头来看，咱台湾是宝岛，咱台湾有真侪好食物。若真侪好食的料理嘛，一定爱加葱啊之味。也毋过当年咱葱啊最少拢爱看天气的好歹，有时佫会拄着白虫害，所以即马农试所就开发出检验技术，身体农民甲健康的葱仔仔拣出来，安尼会当减少除农药，嘛会当增加产量。讲到台湾正版的好料理，葱仔甲咸椒都爱大杯子，无论是长拌到路味淡，菜出若减下葱仔就欠一味。不过葱仔袂看你天气变化、长风台，雨水落济落少拢袂使，上惊佮拄到白虫害。为此，农试所开发出减农药的栽培技术，望减少葱仔死亡，降低农民损失。我们农试所有伊赖沙这个特殊的血清库啦哈，那可以用我们的技术帮你的种苗做一些快筛，那把感染这个病毒的先把它去掉，再来在病虫害方面，首先要做那个监测，我们可以用这个性费洛蒙的方式监测到它密度已经开始升高，我们再来做防治，这样就不用一年到头都在喷农药了哈。农试所表示，一般的葱仔若要种，拢是用顶一期的葱丛落去发，但若是种到的葱丛无健康，就会变做未来发病的源头。农试所打着开发出病毒免疫检验技术，就是要让农友直接就种到健康的葱丛，佮通提升20%的产量。台风或是发大水做躲助鱼的时候，人家是死6成剩4成，我们是死4成剩6成，就多人家2成。健康种苗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就赢在起跑点，尤其是极端气候下，它的差异性真的非常的大。台湾本地葱仔，若是伫热天、秋天有当着连续2天以上的落雨，都较会着病。若通趁雨季来种前1个月，是用药增加抵抗力；等若雨季来，则搁分前后期用化学药肥。
只要有好的厂材合理来落肥，用科技监测病虫害，就通建立以安全为重的管理技术，替农友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斗六前一阵仔有成立一间中青食堂，提供社区的时段，逐工拢会当做伙食一顿现煮的中昼顿。背后有一大阵志工在斗相共煮食，也有在地有心的爱心人士来帮赞助食材，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伙照顾老大人。规鼎满满的苦瓜炒起来是真费工，另外一边嘛咧卤鸡腿甲炒豆干，同款是食大鼎。灶骹内底志工，大家拢无用试炒，这拢是为着咧照顾云林顶西的老大人。切菜洗菜，很快乐。公开服务这些人来忝无安尼啊？还好，因为我们镇西这个社区的里民很热心啊。这个义工很多，志工很多。咱的顶西哇，好温暖。咱每一天伫咱的厝三顿，咱就安尼做甲好，真辛苦。但是快乐来做志工，煮互咱这时代。云林斗六的顶西新启用的中青食堂，提供超过200位社区的老大人做伙来遮食中昼。这么大量的饭菜，拢靠志工发心来斗相共，甚至佫有在地人士也来寄付200公斤的米。哇，2轮的好米，这2轮的好米哦。米的部分啊，减开销，阮的菜就使甲煮较好，老人食，较有营养吼。啊，感谢咱这个所有这个慈善机关吼，对阮顶西的爱顾啦吼。为着好社区的时代，逐工会当出门行行咧，甲厝边头尾做伙食一顿小小的饭菜，互相关心陪伴。食堂的志工就算忝，嘛做甲真欢喜。希望会当继续传递这款互相扶持的温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做餐饮的王品集团已经起价啊！集团内底15个品牌，因对顶个月10月2号开始是起4%至5%。那即马日本的连锁店吉野家嘛宣布，对11月份开始饭类的拢要起10块钱。经济部是表示讲，政府已经有甲大卖场甲超市参详，即马会伫大卖场甲超市设一个属价专区。大卖场、超市变价专区，即礼拜登场，专利福利中心已经特别规划对抗起价专区，对卫生纸、清洁用品到泡面、饼等推出买送1，第二件5折，也是买2送1折优惠。因有民众洗完了表示真失望，认为只有部分的商品有较俗，若是买单品继续反倒当时搁较贵。酱油类的价钱贵很多，他卖的东西就是比较偏向清洁类的，并不是比如说你3餐要用到的东西，后面没有变便宜啊。大卖场加6号变价专区也伫规划中，即阵只有台南市有设置好，北部这所在有加2天了完成。强调除了变价商品以外，另外规划安心价商品，强调产品卖价无受到原物料的波动。连日本的连锁餐饮业吉野家也无到承受，宣布对11月开始，干那点冻饭是全部起10块，起互大约是4%到13%。另外，送物是外送起20块，配菜甲单点全部拢是起10块。纸盒的部分运费的部分都调涨，可能牛肉跟鸡肉部分都是进口。另外，本土餐饮业其实早就定起价啊。王品集团首先开出起价头一枪，早在10月25宣布旗下15个品牌起4%到5%。另外，有名食够饱的餐厅，汉来海港餐厅也宣布对明年原价起3%到5%。5星级的酒店，台北喜来登12厨。起上最，下午茶790块，直接起到1290块，起互超过6成。另外，金华的必利厅，下午茶到5暗顿全部起100块。薪水无起，物价一直起，民众压力是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每年军广告要调关薪水，要调关4%，也毋过高教工会是表示讲，真侪专任助理的薪水拢无对咧调整，对因来讲看会到，食袂到。行政院长苏贞昌拍板定案，每年军公教人员就要调薪起4%，但是高教工会表示，真侪学校也是政府单位聘用的专任助理，所以因为2017年科技部绘制专任助理人员工作收金参考表，对这个助理来讲，调薪可能是看会到，却食袂到。科技部
他美其名说呢，要破除学历跟年资的迷思，回归专业能力。各个学校不再统一定一个专任助理的薪资标准哦。本来科技部他可能以为呢，这个能够打开天花板，实际上这个其实是拿掉楼地板哦。工会指出，过去专任助理的薪水会因为年资甲学历有调整的机制，但是会稽参考表了后，真侪学校就无调整过专任助理的薪水，甚至有学校开的薪水比参考表的薪水更较低。大部分的学校嘛，无对公共教育调薪机制来行。会做一个调查，就是对现实目前具体的这个续薪的标准各方面，看看是不是是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领域，或者是集中在什么样的方向，它的续薪部分是没有符合我们原来希望期待的一个方向。科技部表示，本来是希望学校会使以个专任助理的专长等等，家己调整薪水，即马无达成效果，会启动调查，伫有需要的部分，找一个兼顾基本薪资甲调薪机制的方案。记者郭文条水台北报道。南投大屯山的风景真水，也毋过观光客，有的观光客是本色黑白片，留伫山区内底。当地社区协会即马拍算要斗监视器，来看讲到底是谁失德，才无公德心。观光客来到大屯山步道，拢互眼前的美景吸引、翕相、留念，这是上界基本的。啊，毋过头咧一个看，步道边的山沟充满各种的粪扫，有的直接插伫树仔顶，真歹看。来这边玩，然后怎么会留下这么的不美好的一些就是不环保的东西？垃圾本来伫山林内底，垃圾本来都爱家己炸倒转去啊，系啊，这是个人的修为啦。海拔1500公尺的大屯山是南投观赏云海好所在，阁有银杏林。当年季节转变，叶啊油青长金黄是观光客一定来的所在。不过，大概游客离开了后，世界看到便当阿妈饮料干啊，塑胶落啊遮粪扫。当地志工为了清除真无用，即马社区协会拍算伫观景台、银杏走那区来增设监视器，阻止民众黑白蛋粪扫。我们在地的要去山谷里面哦，那个都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如果能够有监视器，能够把它把持住哦，因为有一些人还是不守规矩的。那有看到监视器，那当然他会有所警惕啊，就比较不会乱丢垃圾这样子。如果发现说他有乱丢垃圾的情形的话，可以以违反违禁法27条来处分了。罚款大概是1200块到6000块。南投县环保局提醒，维护山林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社区监视设备所翕的画面会当做检举的事情，不过处罚不是目的，也是希望观光客会当把粪扫炸走，守护这片难得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新竹关西嘅水坑溪水受污染，乡亲有专工去工厂的门口靠抗议。想袂到16日天，溪水又搁出现1公里长白色嘅泡，目前也无法度确认污染源。一大片白泡，水面拢互冚去，现场有插片的消毒药水味。关西水坑溪附近乡亲，顶礼拜再来到这间工厂门口抗议，想袂到无几天，溪水又搁出现污染，实在是有够无奈。发现那个积水异常，出现大量泡沫，水呈那个有一点灰色的感觉，然后稍微有那个臭气，没有先前那么味道那么臭。这条溪是长期污染。工厂提出家己做的检测报告，证明这届污水不是因排出来的。环保局决定17日再派人对工厂进行水质采样，要追查废水到底是对倒位来。我们会在它的一个放流口那边另外再装一个监视器，来监看它的那个排出水的一个样态。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是及时的检测器在水体上，它会把一些相关基本的水质资料，我们随时在网络上是可以监控的。环保局表示，之前确实发生过污水，是另外一间清洁剂业者所造成，不过真正的原因，佫需要进一步做厘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湾早期的民主运动者蒋渭水有创立台湾民众党，在日本时代结束了后，是转做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推动政治改革。不过尾受228的影响消失去。即阵台北的228纪念馆有出版专册，小解这个消失的政党。册名228消失的政党，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小解自日本时代台湾民众党延伸的民间组织。2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个时候他们当然期待，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可以有新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希望再出发建设新台湾。但是没有想到，当时的政府其实是不允许台湾人阻挡的。虽然当局禁止阻挡，不过因也是以全台组织化做目标，成立20个月地方分会，而且佫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为转机，推动县市长直接民选，追求改变官派贪污的统治，是台湾民众运动的重要历程。228纪念馆即届出版这本专册，嘛特别用政党来甲称呼，要求县市长普选，它不是意见领袖的意见而已。它也不是32条要求当中的其中一条而已，它是当时有一个政党，而且起自日本时代的台湾民众党，甚至当时的自治运动团体跟解放运动团体，如农民组合等等的，甚至台湾共产党，请全力下去要求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当时嘛积极参与228事件处理委员会，虽然伫228镇压之后，协会干部互处死也是通缉，不过像迄阵的各党包师讲到改革官职等等，看会出迄当时的知识人的期盼甲精神，即阵嘛收藏伫228的馆场中。记者陈嘉文、林旭凯台北报道。2020东京帕运，咱台湾头摆有电视转播，运动比赛嘛引起民众的关心。咱台湾队伫1992年就参加帕运啊，同款这是世界级的运动比赛，咱的新兴障碍选手嘛一直拢有摕到好成绩。兼个帕运的选手，因的奖金敢若是奥运选手的1/4，嘛无专门的国家训练中心，这20-30年来受重视的程度拢无啥进步。今日店内满满的运动奖牌，这是今年帕运的奖旗杆杨传辉的掠领点。杨传辉国校开始练电竞，毋但摕过国际赛走100公尺的金牌，目前也是男子 T11级跳远的亚洲纪录保持人。但过去参加比赛，其实定定是训练兼掠零。国家一讲，进前2000。即摆疫情进前，阮亚运和奥运的集训费，一班的集训费当有3个月尔，所以平均一工400块，阮感觉足困难的。那练习、那探索费，是目前大部分身心障碍运动员拢会拄到的问题。除了烦恼生活，其实若有比赛要集训的时阵，场地也着四界悄悄。平常阮就是爱对静宜大学坐2点外钟的公车去到台湾替代啊，去遐训练2点钟了，还佫坐2点钟的车回来。其实资源上，感觉真正足少的。也毋过选手就侪啦，无可能伫比如台中设一个中心嘛，那台北的选手可能说我好累，我要跑到台中去。高雄也是一样啊，当然这样子比较不大可能啊。你上届无讲有一个场地，互因家己有法度伫个袂去甲人有牵来的情啊安全的运动，咱就无一个专属的场地啊，因为讲来讲就是无支持啊。尤其帕运选手用同款强度的训练，有的选手的程度并无适合一般选手。你进前啦，拢讲阮是一般就是福建的运动啊。2016年的时阵，目睭无看积极的1500公尺，阮前4名佫走比迄班的奥运金牌较紧啊。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选手能这么高水准的竞技水准，可以参加奥运，这是我也是很期盼的。帕运参奥运属于共等级的国际比赛，拢是专业竞技。但是帕运的资源、受训制度，煞甲奥运袂得比。政府毋知是用啥物态度，毋望选手摕到好成绩。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中台北采访报道。那逐年11月份第2个拜四是金氏世界纪录日，常常有真侪世界纪录甲进前的纪录冠过。第一个项目是800款，带乡亲咱做伙来眼界一下。在现场亲友的欢呼声，金氏纪录单杠之间向后车本岛上远距离的纪录保持人发生开始挑战家己的纪录，也毋过一开始的2届伊拢失败啊，一直到最后第3届总算挑战成功，成绩是送远到6公尺。If you want to be a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itle holder, just go for it. Do it. Find whatever you're really good at. See what the record is. Train for it as hard as you can, and do it. Honestly, you won't regret it.
除了向后车本岛，各位美国内的职业热身弹跳杆的菲利普斯，伊用弹跳杆连续跳过5台伦敦的客停车，这车悬2公尺，跨160公分，拍破了连续跳过上侪车辆的纪录。佮用向后车本岛的姿势落地。It was very fun going for it. I just had such a great time. Tried to not think about too much and just stick to my roots and do what I know how to do. 佮当时阵摕到2项纪录的委内瑞拉挑战人罗拉比昂多，伊用30秒完成62届，一利用一支脚射卡球的技术，加1分钟内底24届一支脚射双链环游世界控球技术。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nspire girls to follow their dreams and to know that if you set yourself a goal, you can definitely achieve it if you put hard work into it. 另外，算极限单车的日本民众池田孝和嘛，当时阵拍破，包括30秒内完成45届360度单车射链等等真侪项惊喜纪录。佮摩洛哥挑战人图亚博以30秒完成12个一支脚向后车本道的新纪录。甲中国挑战者张爽倒头在 Q 一台1.35吨的车辆行50公尺，用1分钟13秒27的时间创下纪录。国际新闻，但是同朋友。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弗列达·卡罗有100座画像，伫纽约嘅拍卖会，伊要花3500万美金，等于代票9亿7000万卖出去，介绍真惊人。墨西哥女性主义画家弗列达·卡罗1949年创作的自画像《迪亚哥高画》，摆伫纽约苏富比拍卖场正受注意。For $31 million, and indeed a record for any painting by a Latin American artist there for the Frida Kahlo. Anna, congratulations. 这部作品自2600万美金起标，上尾加手续费的计绍3490万美金，换算代票9.7亿，是同100位第一遍拍卖25倍，也超过弗列达作品进前一个2016年所创的800万美金的纪录。伫咧这部自画像内面，弗列达因翁迪亚哥的面出现伫咧伊的头下。目睭也有几落滴目屎，因为迄当阵迪亚哥甲一位墨西哥的女演员有亲密的关系。迪亚哥头下的第3粒目睭，代表伊接驳弗列达的程度。And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hich was a tempestuous one. Both parts of they in fact were divorced after about 10 years of marriage, but then were reconciled. And this constant interplay between the Frida and Diego is something that is brought to the fore in this painting. 这部画唔但是创新弗列达伊个人相关的拍卖纪录，也是拍卖史上南美的艺术家上贵的作品。专家讲，除了是因为全世界展览甲出版界对伊有兴趣，另外也代表弗列达无向生命认输，用伊的作品展现女性主义色彩，得到真侪人的认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减少用塑胶，即马是全世界新的趋势。严格新向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了后，民众点出来时间较长，叫外送叫买食的嘛造成塑胶量变真济。菲律宾即马有环保团体就利用回收捡来塑胶做新的物件，甚至可以当起来做建材来起厝，甲粪扫变黄金。这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塑胶粪扫回收厂。经过简单的分类整理了，一寡本来有可能会流入大海、塌伫咧溪流的塑胶粪扫，伫经过加水、加热、制模等加工程序了，就变做当摕来做建材环保材料。甲塑胶粪扫回收再利用的价值尽量做到上大。Eco lumber is 100% upcycled materials, so 100% made out of plastic waste materials, and we also include some additives and colorants. And this is a rot-free, maintenance-free, splinter-free. 为了要对抗塑胶粪扫污染海洋生态危机，一个法国的社群组织，2018年开始，甲菲律宾等塑胶污染上严重的亚洲国家，伫当地进行塑胶资源的回收再利用。英国牛津大学统计，全世界80%的海洋粪扫是来自亚洲。其中1/3是来自菲律宾。The shelters that we have built and created, we want to somehow give it a space, an area for low-income communities, for people who have homes destructed by typhoons, and give these shelters a place for them to stay. 伫巴西地院乡内路当地较散车社区，即马是有收集塑胶干仔的挂来换食物的环保计划。一挂塑胶挂经过专业的加工设备重新制模。会当做这种色彩正水、运动型的厨房。To learn about it, to prevent the issue, to prevent
not to bring it to the ocean, things like that.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全世界一年差不多产生3亿吨的塑胶粪扫，再加上已经大量使用的防护面罩、手笼、外罩食物的容器，线上个别的包装，造成塑胶污染问题愈来愈严重。所以对抗塑胶污染的危机，要更加加油咧。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水汽会增加，北台湾东半部会落雨，嘛会转凉冷，而且愈晚会愈寒。明仔开始才会转大冷。那后礼拜一开始有冷空气会到位，而且锋面落南，伫东北部会变寒，嘛会落雨，低温剩13度，乡亲爱穿好少。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5度。再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请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